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欢迎收看2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今年召开第2摆临时会，除了针对房屋税加责任的议题讨论以外，上午嘛进行龙井演卖场停止开发案的专案报告，对此议员同款踊跃发言，除了要求尽速召开自然地景的审议，嘛烦恼日后续的开发敢会受到文化资产法的限制，要求市府拢爱妥善处理。对于龙井泥岩地质是世界上最罕见的地形加美景，在经过地方登记认证以后，马河市长吴伟霆上任正式将这暂定为自然地景。加上行政院长嘛宣布演卖场开发许可在3月10号以后就停止，甚至总统拢来这视察，表达规划成世界级观光地景的立场。对此，议会上午都来要求主办单位农业局爱尽速公告自然地景，6个月来完成审议。对着日后开发感谢甲文化资产保护法冲突，以及开发的面积究竟是现况演卖场的41公顷，还是整个拢有保存价值的341公顷，是差天差地，要求市府妥善处理。在法规的部分，目前台南市没有这个台南市自然地景及自然物审议会的这个设置要点。那刚刚简报的审议会组成，就是在这一份我们今天拿到这份，昨天就寄到议员信箱这份简报里，是根据中央农委会的要点。那相对于高雄跟云林等县市，其实我们台南的进度是相对落后的，这部分可能要请农业局这边加快脚步跟上。总统讲的可能交咱市民的期盼有所争议了哈。我希望选票归选票，自然景观的保护归自然景观的保护，一定要有明确，唔能讲一边要那点古迹，一边又要开发，那是有相冲突的哈。既然咱农业讲就世界少有的白垩地形，我们要善尽监督职责，好好的保护它。你要规划的自然地景到底范围有多大？范围有多大？目前是300多公顷。全部。全部的泥岩二地全部通通规划成自然地景，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限定的区域只有41公顷。为什么限定的区域只有41公顷？因为它41公顷在施工。41公顷限定自然地景，你们限定自然，你讲得很好。你限制自然地景的主要目的是因为要禁止他们施工嘛，对不对？对。但是泥岩二地延远300多公顷。你这样子，你们的公平性何在？另外，会中议员嘛针对当地传出希望政府规划在气球的观光发展，对此观光旅游局表示，因为自然地景拢也未完成公告，所以现在要来讲开发规划也尚早，而且热气球看写民航法定严格规范，甚至拢需要中央跨部会研商才有法度评估。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龙井演卖场伫停止开发以后，另外一个议会关心的焦点就是这期目前一天将近4000吨的垃圾处理已经出现问题，安尼以后包括塑胶废弃物的处理，可当当偌久？要求市府一定要好好找地，避免垃圾危机。议会上午伫市府的专案报告过后，对此议员拢踊跃发言，表示龙井演卖场的开发案经过当地甲环保团体多年的抗争，虽然停止开发，不过该案的停止，但原本应该进场的垃圾，甚至是有毒塑胶废弃物，到底何去何从，却是另外一个危机的开始。议员烦恼，因为现在偷盗垃圾都已经足严重。表示一天产生的垃圾就将近4000吨，但是只当处理6成外，其他拢是暂存，还是送到高雄烧，所以要求咱家己一定要找一个土地来处理掩埋，避免垃圾大战。我们在一些我们的区段征收，在我们的一些湿地重化的区域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垃圾囤积在其中，而我们政府他却不知道，包括我们当初我们的那个炮校旁边的东桥重化区的事件，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
我们沿航国中区段征收预定地里面土地垃圾的问题。未来咱爱找一块所在，由咱公家找迄个未来唔通阁争议遮大的，较紧落起一个。咱的政法局一直咧去鼓厂商进驻工业区3清出来废弃物无地去，咱的路啊嘛已经老旧啊，咱嘛爱赶紧阁再来起路啊。未来你有一套规划无？报告议员哦，目前环保署有规定哦，那环保局的焚化炉是处理民生垃圾为主，那有余力量的时候才协助去处理这些事业废弃物哦。那目前的话，我们的永康炉子的话，我们现在要进行扩大的一个税修的部分哦。那我们是希望说，它整个在扩大税修部分的话，能够提高它未来的垃圾的焚化量的一个量能。那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去未来新建这个生质能源厂的一个部分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把生活垃圾可以处理的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你只管生活垃圾，其他的那个什么事业废弃物，这都没来管吗？事业废弃物是主管机关是相关的一些主管机关。好，那来你。多年两家因卖着停止开案，伫当地甲环保团体长期抗争以后，松了一口气。不过投资开发的欧新公司，当初嘛是向中央甲地方政府合法申请核准的。现在开案确定停工，业者一定会寻求行政的诉讼来保障家己的权利。到时产生的国家赔偿，同款是全民来负担。台内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占地5500万平公尺，咱全台南上大的消防训练中心，26号上午正式启用，了将迎来培训消防人员的专业技术。而且在现场，消防人员嘛进行火灾、地动等紧急抢救演练，照出来展现训练成果。由于患者进行脱离，所以我们用安全的方式将患者固定，并安全的利用绳索给他到地面。在台南市长黄伟哲、消防局长李明峰、甲济消防队长以及贵宾的敬敬之下，消防人员展现出包括顶悬、下降、宽度等等的锁啊高端应用技巧。也阁有火灾时阵要如何抢救，以及破开出口、救出受伤的民众等等。因快速的动作也显示出因平常时啊训练量拢相当的充足。未来为了这个台南上界大、位伫咧新华的消防训练中心，将会当进行较侪无共款状况的演练，来增加着消防人员的操作经验。救灾抢险的都知道，灾难现场是非常危险的。宁可不要发生灾难，宁可不要发生战争，宁可大家的训练都是白白的流汗，也不要等到灾难现场的时候平白无故又流血。因此，对于训练中心的功能，市民朋友高度期待。市政府也是希望说，能够充实训练的能量，充实训练的器材。以及救灾的设备，但是宁可放着到最后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没有灾难发生。我想，中心训练的规模规划了特搜救助及火灾抢险的训练主轴，在未来消防人员任务从过去的这个捕风捉蛇这类的任务能够去除掉。让我们更专精集中在这个救灾以及人命的抢险之后呢，我相信借着设备的充实，一定能够让我们的训练的品质能够更提升。这座新落成的消防训练中心，整个建地的经费是由着奇美实业、台南中大善生花、顺通水泥制品公司共同捐赠。因的善心义行也受到市长大大的娱乐。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另外，中西区公所为了提升防灾救灾能力，嘛鼓励民间团体协助投入。伫区中的积极争取，台湾守备天团特别捐赠20地防灾避难扛棒，就将设立伫中西区每一个里，希望提升民众防灾意识甲避难效果。26号上午，第一面扛棒正式揭牌。
甲拜仪式过后，象征着防灾避难的看板正式启用。由着台湾手庙天坛所关正的看板，是中西区公所为着要提升各里的防救灾能力，积极争取民间团体投入。经过区长的拍拼，天坛嘛关正了20面的看板，将会陆陆续续设伫咧中西区的各里。会中区公所嘛送上感谢状来感谢天坛的小厅。非常欢喜，台湾手庙天坛有这个机会。来对于咱台南市的防灾救难的一个揭牌吼，会当对做出一个贡献。咱中西区拢总有22地，台湾手庙天坛有这个机会来奉献，互咱的百姓以紧急的时阵，知影讲要去倒位较安全的所在，会当来救惜咱的性命。我也感觉非常感谢咱的市政府，会当互台湾手庙天坛有这个机会，非常感谢。阮会好认真来做社会公益，一寡包括急难救助，阮嘛会足认真来做。那我们也积极媒合我们民间团体对我们的一个公司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鼓励能够捐赠我们一个防灾避难的看板这边也感谢我们天坛的徐董事长还有我们团队对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能够支持好，那未来在我们每一个里都会捐赠一面的那个防灾看板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面我们就是设在我们天坛这边因为我们这边天坛这边我们整个参拜的信众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希望说来这边路过或者是说参拜的信众能够对我们整个的一个防灾的一个避难处所，还有我们整个一个路线能够非常了解这个看板除了有避难的资讯以外，也有中西区附近的景点，同时也搁结合着 QR code， 只要用手机扫一个，就当将地图下载到手机内底。同时，看板也有英文的翻译，会当提供予外国的游客了解。中西区公所希望透过公部门甲私部门合作的方式，建设更加完善的防灾系统。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湾国际蓝灯已经迈入第15档，台湾化行销甲文创产品的经营，互蓝灰产业走向无同款的境界。而今年蓝灯将伫3月2號盛大登場，記者會中，市長要請市民共同來體會，互參觀人數再創新高，嘛寄望內外小業績對咧大大成長。由着国宝级的秀琴歌剧团为今日的记者会揭开序幕。记者会中，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核实到甲蓝花有关系4句联仔为蓝展做宣传。今年迈入第15档的国际蓝展，每一档拢吸引超过20万的游客。这届运用着800种超过20万丛的蓝花进行布展，展览内容也比往年丰富，会当看到台南蓝花产业的实力。花中君主人人赏，哎呦，惠及兰心散又香，品格高雅人中流，自然知识名为荣，出色不？所以借着蓝展，我们
今年可以过去的兰展都是纯粹说啊兰花好好看，现在是兰花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以及相关的生技产品也并纳入兰展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创造多元的价值。喜欢漂亮的也有兰花，喜欢健康的也可以跟兰花有搭上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全方位的行销。那借着这个行销，希望让台湾的兰花产业来更上一层楼，能够跃上更多的国际舞台。这届以着兰展阅读台南作为主题，运用兰花结合台南400年来历史故事，营造出台江内海创业经济到今卖文化创新等5大主题，包括着文化局的节庆栏，也运用着台南的小吃作为主题，搭配兰花，创造出台南的生活美学。就如我们的主题一样，南进阅读台南。是安怎是阅读台南呢？我在这甲大家分享啦吼。因为过5冬，其实就是台南府城建成400冬的历史。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分成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包括台江内海。其实我们把台江内海当成是一个很重要，因为那是400年前台湾连结世界的起点荷兰人也好，其他都为这个所在去来到咱台南，所以从台江内海开始进来之后呢，就为荷兰人的荷据时代呢开始来建立。这件大家来这来看蓝展，唔是单看水尔。这件咱有哪读历史读历史、看文化看故事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时期啦为着要让全国的民众会当轻轻松松游蓝展。这届也搭配着手机 APP、悠游卡等行动支付的方式买票入场。同时，观光局也搭配设计了侪丰富的行程。对着兰花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唔通错过这世界3大蓝展之一的台湾国际蓝展。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除了国际级规模蓝展相当有看头，另外一年一度乌山头风景区的烟火嘛渐渐盛开，加上园区内充满日本的风味，所以嘉南龙田水利会今年拍算陆续推出赏花季甲好风季，其中赏花季就对228连续假期开始，让游客参照伫日本看烟火同款的享受。龙田水利会表示，今年受到气候影响，所以各地烟火花期并无一致。不过以乌山头风景区的烟火为例，因为暖冬，所以南洋樱已经开了5-6成。尤其伫香榭大道的步道区，顶顶塔塔非常壮观。所以水利会打算伫228连续假期正式开放一年一度的赏花季，邀请市民拢来体验。阮园区内，伫个阮迄个大门口的正手边3-2公园，搁阮的北田纪念室的对面，到阮的旧送水口，就是迄个北田纪念室遐附近着。搁有阮的香榭大道，目前是即马南洋樱花开上好，大家去看，规排弄作水，欢迎大家来看。搁有迄个阮委托迄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处管理的。委托管理的纪念园区，目前在过年前嘛已经拢开放，搁有阮的中正公园、樱花公园相关的樱花嘛拢已经开甲真好看所以欢迎大家伫228这段期间来阮园区内底来参观。除了体验赏花风情，228假期当中，照顾票满225地赠送太阳能游艇准票好康，嘛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根据省大病表示，得到失智症初期症头，其中一项就是看见幻觉。以下上嘛将这款的病症叫做路易体症做伙了解。有关着视幻觉，省大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医师白敏琪表示，这是一种会发生伫咧失智症患者身上的现象。假使厝内底长者伫咧光头白日看到无存在的物件或者是人，千万毋通认为伊是看到歹物仔，真有可能伊是破病啊，大脑的神经出现变化所来造成的。我想这视幻觉我们的定义就是在白天的时候，那病人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东西，也可能是身体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动物或者是物件那这可以出现在年纪很大的视力逐渐退化的病人当中。那么更多其实出现在我们想的这个失智症的病人身上。那失智症病人他出现这样现象的时候，有时候病人也不愿意讲，不敢讲。
那我们在旁边的家人或照顾者，如果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过度惊慌啦，因为这个等于是提早告诉我们说，他将来会变成失智的机会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病人，那么就带到门诊，请我们的神经科医师或精神科医师做一个及早的诊断。因为一般除了这个视幻觉之外，他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这个行为表现异常，譬如说他妄想、记忆力这个退化或认知功能异常。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了解，然后才有办法得到早期诊断跟治疗的一个方法。医师嘛来表示，视幻觉会当透过着药物进行控制，但真歹完全治疗好。也因此，确处视幻觉无影响到日常生活，医师建议会当自然看待，唔通伤过恐慌。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回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26号中间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